香港是高雄上界大片海沙厝的仁爱和平乡城社区，对2021年开始呢，主办途径其中危险性上界悬的单元一大楼已经拆掉，不过规个途径作业已经是拖3-4年啊。着机关要求市政府要提出明确的做法，啊，让副市长是表示讲呢，会交予新成立的高雄主导中心专权处理，无论倒一栋大楼，只要摕到一半的同意书，就当随来做。 大概4米而已啊。4米咯，你这地要安怎去？理事长毕业的南回那讲，因为欠卡路占地2700外平的仁爱和平乡社区，若是要登记，一定要做规办。高山的仁爱和平乡社区拢总共249户，互人讲是高雄上大片的海沙厝，其中厝壳损害上严重的单元1，已经2022年先拆掉，剩落来100多户，却因为住户建商以及土地产权的问题超袂好势，甲单拢无进展。看到这厝愈破愈严重，有议员表示，这件代志已经拖3-4年啊，市府应该爱有更加积极。 明确的做法。和平商城，好，因为它自办都更，那我不晓得公部门还有没有介入的一个力量。那如果这样的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啦。我们有新的一只手，叫做高雄驻都中心啊。假设在一定的期间内，他们还没有超过50%，或者是一定的时间内超过50%，我们就进场。 副市长表示，后续会由8月都成立的高雄主导中心来负责推扫，倒一大单规先提供过半同意书，就大先做。和平乡社都经会理事长讲，顶个月有甲市府开会，专家学者要求头一个条件嘛是同意书要过半。目前因已经提到4成的同意书，但因为有2成外住户进前有甲顾问公司签约，受到约束唔敢签同意书，希望市府会当介入协调。你若要解约的时候，要赔偿3倍的违约金。 因为因签的是已经因先10万给因啊，你搁赔3倍，所以他们不敢解约。理事长强调，当初有超过9成的住户登记，和平乡社才有裁掉主办途径。目前上大的难关都是卡伫私人契约的部分，希望市府相关单位会当来斗3工，互因会当赶紧有一搭安全的厝，通好生活。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